主后2022年8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互上帝心欢喜。圣经希伯来书13章第1节到16节，就继续三亲三疼，就会记得好款待出外人，因为有人安尼做，无意中接待着天使。着关怀受关家的人，亲像甲因得当受关；着关怀受虐待的人，亲像恁本身得受虐待。婚姻人人着尊重，着保持纯洁的夫妻关系，因为上帝会审判私通奸淫的人。毋通贪财，家己所为着知足，因为上帝有讲。我袂离开你，嘛袂放杀你。所以，咱会当好胆讲，主是我的帮站，我无惊吓，人会当甲我安怎？着少年引带恁传上帝信息互恁的人，着注意看因的生活甲结局来学习因的信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仔日到永远拢袂改变。恁毋通互逐款奇异的教义带迷路，因为心灵较好，着靠上帝的恩典来坚固，毋是靠食物。这对遵守食物规例的人拢无利益。咱有一个祭坛，祭坛顶的祭物，伫会幕内服侍的犹太祭司。无权通食，因的大祭司带精生的血进入至圣所，为着人民赎罪。精生的身躯却伫营外烧，所以为着要用家己的血，互人民得到洁净，耶稣嘛伫营外牺牲来死。安尼，咱着出去营外，到伫遐。甲伊同受凌辱，因为伫遮咱无永远的城，咱是伫找迄个得要来的城，所以咱着通过耶稣继续将学乐的祭献互上帝，这是宣认主的名的人的喙唇所结的果子，着会记得做好事，互相帮赞。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物，互上帝心欢喜。有一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，希伯来书13章是属于这本册的附录。不过，也有一寡圣经学者持无同款的看法，认为13章是作者希望当时的信徒爱知影的信息。信仰需要实际的指导，并且爱伫生活中见证出来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作者提起几点劝勉，拢甲早期教会团契生活有关，包括第一，爱常常有手足相疼之情，也就是讲，信徒之间爱亲像兄弟姊妹共款，彼此相疼。第二，爱接待出外人，根据创世纪18章的记载，当时亚伯拉罕接待出外人，竟然伫无意中接待着上帝的天使。第三，爱记得遐个坐家和遐个伫患难中的人。作者提醒信徒爱甲苦难中的人同受苦。第四，应该尊重婚姻的关系，因为上帝无允许淫乱的行为。第五，毋通贪慕钱财，爱满足伫家己所有的，用安尼劝勉信徒闪避逐样的贪婪。第六，爱纪念传上帝信息的人。作者指出，这个传福音的人。有诶因为受迫害丧命，有诶为着福音事工尽忠到死，因拢留落美好诶信仰模样，是值得信徒学习诶典范。第七，
毋通互逐种怪异的学说引入歧途。伫遮，作者虽然无明讲倒一寡怪异学说是甚物，毋过对接续落来提醒因毋通歪靠食物的规律来看，可能是指早期信徒过分强调的饮食规律。作者提醒人着歪靠上帝恩典来健全内心，歪靠饮食规律无啥帮助。第八，毋通袂记得行善和帮助别人，因为即款的祭物是上帝所欢喜的。2020年10月初6，总统蔡英文伫总统府接见荣获第30届医疗奉献奖得奖人，感谢因奉献心力守护国人健康。席间，蔡总统特别介绍来自意大利已经得到台湾身份证的卢约瑟身份。伊讲，身父对台湾付出的疼，拢无保留。阮对身父的感谢，要讲也讲袂了。蔡总统真欢喜，台湾会当捐喙安互身父的故乡，回报伊对台湾长期的付出。卢约瑟身父是意大利灵医会神父，1965年来台，台省伫宜兰罗东的肺结核病院、麻风病院服务。1981年到澎湖服务，因为看到真侪身心障碍儿童的父母出外无生，遮个囡仔互留伫厝内，无法度得到适当的照顾甲教育，所以就伫澎湖创设惠民启智中心。1987年，卢神父搁伫宜兰县成立圣家民启智中心，收容智能不足的儿童。卢约瑟神父受访问的时，感谢主办单位，予伊即个荣誉。我的个性较爱恬恬仔做代志，袂惯死受奖。我真爱台湾即块土地。伊总是讲，倒位有需要，伊就去遐，莫因为困难就毋去做，爱为着需要做努力。卢约瑟神父陪伴真侪遭遇困顿的人，搁行入朋友、长者、囡仔甲信徒的心中，伊乐善好施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默想，我伫生活中有实践信仰的教示，得到上帝欢喜无？我伫生活中有实践信仰的教示，得到上帝的欢喜无？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伫生活中见证你的疼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